一個就係古仔裏邊嘅阿平。阿平咧係我哋本專裏邊嘅香港宣傳嘅一個好助力嘅存在。我哋節目上其實應該多謝埋佢哋。阿平喺邊度？點解走咗啦？冇飛啊！唔係真係，因為香港電影咧，其實係唔係即係仲有世界電影啊？其實而家係一個比較低潮嘅時候，我哋無中生有可以喺香港攞到咁嘅成績，或者喺外邊度攞到成績，好多謝阿明嘅帶領，去取一個好成功嘅宣傳。我哋認識咗好多年，包括係在座嘅，我唔記得咗你個名，唔好意思。嗰陣時佢哋幾個人喺媒體裏邊嘅咩啊？三叫咩？四咩啊？嗰陣你叫咩啊？唔係好多謝你新聞媒體對於香港電影嘅關注，尤其是對於香港電影金像獎嘅關注。雖然我係幕長，但係你哋對每一位候選人，或者今晚出席嘅嘉賓、演員、導演，你都俾咗好多鏡頭、好多資訊喺聽日嘅，或者今晚就已經喺網上嘅好多發布。